在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打电话、买东西，有很多情境都需要向他人说明缘由与诉求。这一类的对话互动，通常都会有对象、互动缘由、诉求或解决策略。我们来一起练习一下。首先是打电话。打电话时，除了要有对象，还要说明自己的身份，再加上原因和诉求。我们来做做看这一题。下课後，你想會留在學校練漢語口說藝術，會先打電話問個屋下人，你會用辦公。對象是阿妹，說一下你的稱呼。我係阿花啦。緣由是同學繞牆愛，今半日上學了後，向下溜到學校練習客家語嘅表演。訴求是卡按一些日長專目做得麼？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阿妹，我係阿花啦。同學繞牆愛，今半日上學了後，向下溜到學校練習客家語嘅表演。卡按一些日長專目做得麼？接下來這一題，你打電話去問阿亮講課，係阿亮家妹接到，你會用辦老義講呢？套用回答模式，對象是綁眉，再說明自己的身份。我係阿亮嘅同學，我讀阿咪。原因是我想會請阿亮問一下講課會寫到哪。訴求是做得像阿亮談電話麼？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綁妹，我係阿亮嘅同學，我讀阿咪。我想會請阿亮問一下講課會寫到哪。做得像阿亮談電話麼？下一題，俺久冇看到阿公咧，會打電話撈阿公問好，你會用辦公，將最少會講3句話。套用對象加自己的身份、緣由或原因，再加上訴求的回答模式後，就可以這樣回答：阿公，我係阿敏啦，當久冇看到你咧，很想你哦。你阿伯去下冷，會做下少暖豆兒，將唔會冷到哦。我下張日會轉去看你哦。我們再練習一種回答：阿公，我係維維啦，你到底做乜嘅？你阿伯去緊落水，路滑滑，你去奧多拜會卡生意豆兒哦。行路咪會慢慢行，將唔會對到哦。我倆禮拜六病了，是買你最好食嘅剃頭湯，轉去看你哦。